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5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唯利是图的信仰。我们要读士师记18章16到22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可是时刻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诚敬拜，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。记载在约翰福音4章23节。心中如果没有上帝，上帝的子民，他们可以为了利益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在过去我们看士师记不断的在循环。今天我们看到但支派的人为了利益，他们倚靠人多势众及他们的武力，抢走了米迦的神像和以弗得。事实上，他们当行的应当是除去这些偶像，而不是抢夺偶像占为己有。他们没有抢金钱，而是抢神像，表示他们的羡慕米迦他所做的，让他们可以在新的地方重建一样的神像的崇拜，表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清，和米迦犯下了一样的错误。但支族的人，他们的行为，上次我们有讲过，好像强盗一样，抢夺了自己的弟兄，同是以色列人呢。所以这个行为真的非常的可耻。他们得着这个宗教圣物，是之前以为说透过这一些的祭祀的物品，可以得到耶和华上帝的赐福。他们心中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迦南人的迷信。面对但支族人这样的行为，当时候少年利未人看到的时候有质问，说你们做什么？但人就对他说：嘘，别作声，跟我们来，你来做我们的祭司和顾问吧。做以色列一宗一族的祭司，比你做一个家族的祭司好啊。祭司听了，非常的高兴，所以就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就带着以弗得包着银子的木偶像和其他的偶像，就跟着他们走了。少年利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他不纪念米迦以往如何恩待他，他转而投靠但人。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他也不坚持信仰立场到底。但人和少年利未人的行为，我们看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。信仰对他们而言，只是用来得到好处的工具。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敬畏神，敬畏这位真正的上帝。这个利未人真正服侍的只有他自己，谁付了他钱就服侍谁。他决定完全他的决定是完全受到自我利益的驱策。在这当中，每一个决定都让他更远离了耶和华上帝。不管是但人或者是少年利未人，他们所做的违反了上帝的诫命。当他们抢夺米迦的东西，是犯了十诫的第10诫，贪恋别人的财物。他们也和米迦一样，犯了10诫的第2诫，不为自己雕刻偶像。同样的，他们也犯了自立非法的祭司。
在旧约里面，上帝规定利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，而他们却立了摩西的后代当祭司，这个也违反了规定。反正利益当头，不管这些规定了啦。特别是往后他们在各处都设立了祭坛，做神像来敬拜，这好像是迦南人拜神的特征啊。显然他们的行为已经受到迦南人的影响。原来利未人散居在各族当中，就是要教导各族人如何来敬拜上帝呢？显然这位利未人因为贪图地位，做全族就是但支族的祭司，所以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就是为了利益，唯利是图嘛。所以这样的信仰真的是不是神喜悦的。求圣灵也光照我们，保守我们的信仰，不会落入到这种堕落的光景。我们来默想，当利未人对抢夺神像这一事，虽然他曾经出口来反对或是阻止，但是在强权及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之下，他真的就捂嘴不出声了，并且满心喜欢的跟但人而去，做一族的祭司。如果是你会站出来反对吗？还是为了利益而静默不语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，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人处事都需要依循你的价值观而活，不叫我们因为生活的需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因为我们单单属于你，我们要敬拜你，也单单要侍奉你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